这几天，台州黄岩永宁江畔出现了一幅大型的婚纱照，足有几百个平米。原来这是一对新人在秀自己的照片。这幅婚纱照长11米，高近33米，总面积360平方，总立在黄岩永宁江畔。张先生就是巨型婚纱照中的男主角。他说他经营这一家演出公司，因为参加过不少婚礼，所以特别希望自己的婚礼能够与众不同。然后我觉得我的婚礼一定要是最有创意的，然后要有，就是说不是说最豪华的，但是最有创意的。张先生说，制作大型婚纱照庆祝婚礼的想法在半年前就已经有了。这幅婚纱照从制作、广告位的落实到最后的张贴，整个费用1万块钱左右。然后我想把这幅这么大的一个结婚照送给我老婆。我现在还瞒着我的老婆，应该给她一个 surprise。然后我会在我结婚的那天带她来看一下。老婆，我爱